繼續來關心，這空軍 T-34C 初校機的空難是造成2個飛官過往去。今仔日早起，國防部長顧立雄、高雄市長陳其邁攏有去到殯儀館來致意。也因為這家屬是希望講，這2個飛官會當囥入去中烈祠。顧立雄表示講，等總統核定，2個人會甲升做是上校，也會來協調囥入中烈祠的代誌。甲牽手鬥陣跳舞的羅貴佑看起來真歡喜。空軍一架 T-34初校機，佇咧初二透早，佇咧高雄公山基地跑道落落來，造成2個飛官不幸過往。飛官羅貴佑除了飛行專業，閣真愛跳國際標準舞。伊老爸初三佇咧面冊發文，已經看無後生比賽甲表演啦。就是一個很中規中矩的一個人，對，就是把什麼事情都做好，包括在軍事上啦，或者是在學校啦，在舞蹈，他就覺得他就是盡力做好。張君別甲羅貴佑翁仔某因為跳舞熟悉20外冬，聽到消息真叮當，初三就去靈堂致意，那是親戚朋友。國防部長顧立雄，還有高雄市長陳其邁，初時透早嘛來到高雄市立第一殯儀館慰問家屬。顧立雄承諾一定會用相關的撫恤金。生活上可能需要我們協助的地方，那我們表達就是說，不管是治喪或者是撫恤，還有生活上有任何需要協助的地方，我們都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做到。國防部強調，嘛協助處理後事，也那飛官的家屬嘛表達希望會當入去中烈祠。顧立雄表示，只要家屬願意，國防部攏會尊重，嘛會盡力安排。2個過往的飛官，嘛會佇咧總統核定了後，官位會推薦做上校。記者綜合報道。